邊個女仔係啊，同我一齊入間屋個女仔啊！女仔，係啊女仔而家出咗去，啊，成地都係屍體。跟住咧，跟住咧，好重屍臭味啊！妖，好臭啊！你黐線㗎你啊！喂，你識唔識你食咗屎啊！最新嘅氣味電影啊！你做咩咁驚啫？我唔睇啊！又係你自己話要睇嘅。我要提醒我自己，點解辛苦都要上去，就係為咗呢啲幸福的生活。張志明，如果不讓你留下你的一部分，就不會讓你走出這個門。